大家好，我要录这个视频，因为上周我上了我最后的粤语课，和我觉得如果我不说这个语言，就会越来越坏。我觉得我的粤语说的不太好，但是我要我說一點。咁好啊，大家好，我係森，我係一個學生，我係大學學習，我學習中文同埋阿拉伯語。我學廣東話，因為我嘅朋友佢係香港人，同埋佢係廣東話老師。我好鍾意講呢個語言，因為我覺得廣東話聽好靚，我都鍾意聽廣東話歌，例如Beyond 同埋王菲，我唔知佢嘅廣東話名，但係係啊，我好鍾意呢個嘅歌手，我唔知呢個廣東話字。我會去台灣學習，同埋我希望我可以喺台灣講廣東話。但係我唔知如果喺台灣有好多嘅人佢哋講廣東話。有時候我唔知用廣東話嚟講，咁我用呢個國語詞同一個廣東話口音，好啊，多謝。這是我的說的粵語，我覺得不太好，但是我很喜歡說這個語言，我覺得很好聽。我還感覺說國語的時候，我感覺更自由。但是說廣東話的時候，應該想很多，因為我的詞語很少。那謝謝大家看這個視頻。我希望我可以上傳更多的視頻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因為 WiFi 很壞。好，謝謝，拜拜。